再来看西班牙最近10档经济表现是非常的优秀。去年底嘛，互经济学人杂志选做是全球上好的经济体。去年经济成长率是有3.2%，超过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甲英国等国家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嘛指出讲，西班牙因为互旅游业、金融服务佮科技等领域拢并肩发展所以互经济通继续成长。坐伫清水海岸边，来一杯冰凉的秘鲁吹海风。西班牙南部海部真侪游客来遮，享受温暖的日头甲沙漠。西班牙旅游业伫新冠疫情了后真紧扩大，推升西班牙的经济表现。2024年国际旅客人数突破9400万，比前一年成长10%，创历史新高，也已经甲全球上大国际旅游中心，当年接待1亿游客的法国实力相当。西班牙是欧元区第4大经济体，不过前几年经济表现真好，去年底更加互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上好经济体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，西班牙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3.2%，比德国负0.2%、意大利0.5%、法国1.1%、甲英国0.9%高出几啊倍。西班牙经济甲数位转型事务部指出，西班牙成功的关键是因为采取均衡发展的模式，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，金融服务、科技甲投资等领域，更是帮助西班牙为脱离疫情期间 GDP 落81%的关键。美国迈阿密一直是好业的拉美人寻求更好的生活目标。即马大西洋的兴华也出现料想未到，而且佮加速发展的竞争对手。马德里就安尼，互 BBC 比如做欧洲的迈阿密。只是经济复苏带来大量拉美资金，大批拉美好业人甲观光客涌入，互房价甲租金上起，造成少年人买不起，甚至洗不起厝，大房贵基继续摊烧。西班牙民间也对过度观光感觉不满，民众加入街头抗议。欧盟执委会预测，西班牙今年会继续伫欧盟主要经济体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地位，可保持高过欧盟平均水准。不过未来有远无确定的挑战。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。